飲杯嘢先，食粒燒賣。燒賣。好啊，講下啲翡翠小知識啊！帶咩翡翠可以消災避邪？男戴觀音，男人就戴觀音啊！男人戴觀音就脾氣溫和，唔魯莽，戴咗觀音就男人戴觀音戴咗觀音咧就脾氣好咗啦，脾氣好咗咁就女嘅咧就戴佛戴佛，女人戴佛，笑哈哈大肚量，大氣量，消災解厄，去病延年啊！女人就戴觀音，笑哈哈，大量大到即係個人冇咁小氣，戴咗佛咧就冇咁小氣啊！女戴佛，男戴觀音，男戴觀音，女戴佛跟住就無事而無飾即係無事牌咧平安無事牌平安無事牌一生清白，平安無事平安無事牌又稱許願牌，平安無事牌，平安無事牌真係滑嘟嘟嘅牌，一塊滑嘟嘟嘅牌，平安無事牌可以一生清白，平安無事，又稱許願牌，無事牌無事。跟住就平安扣愛原遼的天空來源內心的平靜，平平安安，圓圓滿滿，平安扣，平安扣，或者就係平平安安，圓圓滿滿，內心的平靜，就係平安扣。今日就講下啦，男戴觀音，女戴佛，平安無事牌，跟住平安扣。大家講下呢啲，戴呢啲，男戴觀音，女戴佛一啲平安無事牌咧，就一個滑嘟嘟嗰個牌平滑嘅牌就平平安安無事咩都冇平安牌。個平安扣平安扣，平平安安，圓圓滿滿，平安扣今日同大家就講下呢啲啦。
好啦，拜拜。